我讲到的题目是看见上帝爱你看的。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亚伯兰他离开他的爸爸的坟墓，然后往南走，来到了迦南地。那后来遇到饥荒，他就带着他的侄儿台语安怎讲？迪拉，伊就带伊迪拉去埃及，然后他们平安的从埃及回来，他们又回到迦南地。那上帝非常的祝福亚伯兰，他就变得很富有。富有是一个好事情，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，这是代表上帝的祝福。贫穷也是好事情。上帝要我们学习谦卑。那罗德呢，跟亚伯兰在一起，分到了很多的好处。因为上帝说，亚伯兰要成为万国的祝福，谁跟他在一起，谁去祝福他，他们就会分到亚伯兰的祝福。所以罗德也变得很有钱了，很富有。那我们看，我念一下圣经给你们听啊，在13章第6节，罗德他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、羊群、帐篷，那地容不下他们住在一起，因为他们的财物非常多，使他们不能同住一起。那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，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之间起了争端。因都玩 gay， 不是大人玩 gay， 是囡仔的玩 gay。仆人在争吵。这两个人，这两个家庭，他们是不是有一个同样的盼望？他们生活在一起。罗德被亚伯兰从很远的地方，从乌尔、从哈兰一直带到迦南，又带到埃及，然后又回到迦南来。这两个家庭的人，罗德跟亚伯兰，是不是有共同的盼望呢？有一些有相关，但是呢，也不完全是。罗德有罗德他想要的，亚伯兰有亚伯兰的呼召。今天这段经文呢，我要带你们一起去思想是：有的人活在上帝的盼望，瓦迪上帝忙；有的人是活在幻想，幻想英文说是 flight of fancy， 很多的幻想，哇，将来可以怎么样，可以怎么样。那圣经要我们做个选择，你想要成为哪一种人？你是想要成为一个从上帝那边看见盼望的人，还是活在很多自己的幻想里面的人？好吗？这段经文要给我们一个挑战，你要成为哪一种人？所以当他们两家人呢越来越富有，这是上帝的祝福。上帝不是只祝福亚伯兰，上帝也祝福罗德。那他们人口增加，这个地方太小了，住不下。阿贝安诺，分家，分家也不是坏事情啊。他们必须要分家。亚伯兰就跟他的侄儿呢，跟他说：“我们不可以吵架，那不在玩 gay 啊。我们是咱是中文说是一家人，但是在有的圣经的翻译说呢 ，For we are brothers， 咱是兄弟啊。这跟迪拉讲咱是兄弟。这个叔叔或是伯伯跟他的侄儿说我们是兄弟。”这表示说亚伯兰他对于罗德呢，他有一个很好的态度，他很尊重他。我不是比你大，虽然我比你大，但是呢，我把你看作你是我的兄弟，我们是平等的。兄弟跟这个迪拉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长辈晚辈，兄弟是我们是平等的。所以亚伯兰对罗德希望说，我们可不可以和平，不要吵架？那我们现在人多了，没地方住了，怎么办呢？
我们来分家没关系。那他就说，跟亚伯兰就跟罗德说，你先选，你先跟，你别跟这边，我就跟这边，你别跟这边，我就跟这边。我们来分地方住，因为我们不能够住在一起，太多人了，没有地方可以住。你选右边，我就选左边；你选左边，我就选右边。右边就是约旦河在这边，右边这样流下来，是一个非常大的平原。左边是迦南地，很大的一片，但是里面有很多不是很好的地，也有可以住的地方。你在亚伯兰的身上，你看见了什么一个特质？亚伯兰的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是什么？我们有很多的理解，他很大方，他很慷慨，对不对？最重要的，我看到的一个特质是在亚伯兰的里面呢，他有一个自由，自由，他有一个很深的自由，是 I don't mind， 不要紧，你要跟这边，我要跟这边，你跟好诶，村内好啊，不要紧。亚伯兰的里面，他有一个很大的自由。你选什么好的，你先选你喜欢的，你先选了，你留下什么东西给我，没关系，不会怎么样。这个人他对于钱，他对于财富，他有一个很深的自由，不要紧，你先给 ，OK， 他不会用力去抓住，嘿，我是你拿北，我是你拿九，我先选，对不对？你的好处都是从我来的。你今天有这些羊啊、动物啊，这是我跟我在一起有这个好处，所以应该让我先选。不是的，亚伯兰说不要紧，你先选，我让好处让你先去得到。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的里面有一种 freedom， 有一个自由。当他有一种自由的时候呢，他可以让人家也有自由。他让别人先选。你有自由，因为我有自由，我不怕。他知道什么呢？他知道上帝的应许呢，一定会给他实现的。上帝的应许呢，上帝给他的 promise， 在第12章讲到，哇，你会有很多很多，有这个有那个，所有的东西是上帝讲的，一定都会应验。他不怕别人来占他的便宜。所以一个人在上帝的里面，他的自由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为什么他可以有那么大的自由呢？因为他对上帝有什么？对，有信心。亚伯兰在后面他讲到说呢，所有的财富，我来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，为什么我有这些东西呢？我们去埃及这么危险，回来的时候这么增加这么多东西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给我的。上帝还会不会继续给我？当然会啊。不是只有这些，还有更多的，上帝会给我，所以是上帝给我富足，不是人给我富足。我不怕谁，不是谁先抢到什么，谁就先赢了。世界上的人会抓到好的机会，先抢先赢。对亚伯兰来讲，不是，是上帝要给我的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他从我的手中夺走。所以亚伯兰他的自由是从上帝而来的，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，就是你对于钱，我们需要很聪明、很精明，去好好的去运用我们的财富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不能当冤大头乱撒钱。但是在你的里面，你对于钱财有没有一个很深的自由？还是钱财像是我们的主人会把我们绑住，使我们失去自由？所以当你在奉献的时候，比如为教会奉献，为穷人奉献，当你要施舍给别人的时候，你的里面是不是很自由？我们不会乱给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去给，因为我们知道所有这些东西，上帝还会继续加给我们，没惊。所以在亚伯兰的里面呢，他不会跟人家斤斤计较，跟他的侄儿斤斤计较，他可以放手，你要什么，你先拿去。他心里想，将来上帝给我的绝对比你更多的，你要拿什么你就去拿去吧。在亚伯兰的里面呢，他有一个盼望，就是我们上礼拜讲到那个12章的盼望，他可以活在自由底下。所以罗德就说：太好了，我阿伯啊，
对吧？我就赶快来挑吧。圣经就说呢，他就走到一个高的地方去，他就去往东边看。那边呢，因为他知道东边是什么，东边是约旦河，从上面这样流下来，流，然后最后到死海这一大块。这一大块在迦南地，在巴勒斯坦呢，是一块非常漂亮、非常美丽的一块土地。他从上面看下去，哇，这水哦！住在这边的人一定很棒，住在这边的人一定很富有。你看他们的动物、植物都可以长得非常的肥美。我要选这个地方，我要去这个地方。请注意呢，圣经讲到罗德他就观看，英文讲他就 look it around and saw， 他就看啊，看到了，他就眼睛就看着那块土地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在温哥华去爬山？有一次我到这个 Squamish 啊 ，Becky Huis 的一边 Squamish 路上呢，有一座大山。那个是世界上很大的岩石，对不对？很大的 cliff， 那我们就爬到上面去，爬到最高的地方呢，要用铁链抓着才能够爬到最上面去。那一路呢，爬得非常非常的累，很辛苦啊，都想要放弃了，这没办法，这太难了。最后呢，我们大部分人都全部爬上去了。爬上去呢，一到上面一看呢，你有没有看过？下面看到那个 Squamish 下面那个海进来的那个湾呢？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美丽，从高山看下去，一块低谷平原，非常的美丽。你会想，哇，住在这边的人好幸福啊，这么的安静啊，那土地这么的绿，啊，有山有水，太美了。罗德呢，他就是这个经验，他到伯特利的高地去呢，他一看到迦南，看到这个约旦河平原，整个地形呢，他觉得哇，这我要来搬去遐大，这个地方太棒了。圣经说呢，罗德看见那个地方呢，他也看见了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地方。看到索多玛跟俄摩拉，罗德所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平原、美丽的景观。他还觉得呢，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在被上主毁灭之前呢，亲像上帝的。这个台语不太容易念的园子伊甸园。那他刚刚去过埃及，他知道埃及尼罗河平原呢非常的美丽。你住在以色列，你没有去过埃及呢，你就觉得这里很好。但是你去过埃及以后说，哇，这里才是更好的地方。所以当他看到了约旦河平原的时候，哇，他觉得那里像上帝的伊甸园一样。像埃及，像我刚刚去过的埃及一样，哇！这个地方当然我要选这个地方。我阿伯呢对我这么好，我一定要搬去那个地方住。可是呢，13节下面一个经文就讲到呢，他看到的是约旦河的平原的美丽、富有，住在那个地方，我们的生活一定非常的棒，非常的好。谁要去住到 Yukon 啊？当然都要来住温哥华，对不对？世界排名第5、第3的最好的城市，谁要去住那种地方？我当然要到这种好的地方。但是当他看到的约旦河平原的美的时候呢，他没有办法看见在那个城市里面的属灵的光景跟道德的水准，他没有办法知道。所以作者呢，这个创世纪的作者，他写到这个地方，他就忍不住就要讲了。他说呢，索多玛人非常的邪恶，他们大大的得罪了上主，他们得罪了上帝。索多玛人呢，中文的圣经翻译成是罪大恶极。我们到目前为止，如果你第一次看创世纪，你不知道索多玛有什么好，有什么罪恶，我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你要看到后面，你才知道，哇，索多玛原来是这么可怕的地方。问题就在这个地方，罗德他看见外面的美丽，外面的富有。他看不见那个里面的罪恶，他更看不见在不久的将来，上帝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城。他只有看见的是外面的富足，外面的美丽，他没有办法看见他进到这个城里面住，他的家将来要怎么样呢？家破人亡。他没有办法看到那么远，
他只有看到现在，我现在看到就很好，这就好了。他看不到未来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他用他自己的肉眼，用他自己的欲望去看这个城，他没有想到有一天，当他全家搬到这个城以后呢，他们家会在这个地方毁灭掉，他太太将来会死掉，他更想不到呢，有一天他的家庭会产生非常可怕的悲剧。你们记得罗德的故事吗？伊两个查某囡仔，甲伊生囝，生了2个孩子，一个乱伦的悲剧。他全都看不到这些东西，他只看到眼前的美丽、富足、财富、美好的未来。罗德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个邪恶的地方理解成是上帝的伊甸园？兄弟，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？罗德的这个 interpretation， 他的理解、解释是从哪里来的？咱长老教会这个创办人加尔文，我听过这个名哈，加尔文 John Calvin。当他写到他为这段经文做注解的时候，他这样子说，我用英文先念一遍。他说：“罗德呢 ，Lot, when he fancied he was living in paradise, was nearly plunged into the depths of hell。”他说罗德呢，他幻想着他将来要住在上帝的乐园 （paradise）， 上帝的乐园里面。结果呢，当他进去住了以后，他发现这个地方是他跳进到了地狱的深渊里面去。加尔文讲这句话好不好？非常的有深度。原来罗德他对于美好的世界、美好的生活的解释，是来自于他自己的 fantasy， 他的幻想。没有这样的事情，但他想象中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事情。罗德在14章到19章呢，《创世纪》你再读下去，你就会发现呢，罗德很快要为他的错误的选择付上了非常惨的代价。就是我刚刚讲的14章讲到有战争爆发了，他整个家被卷入到战争里面，全家都被抓走了。上帝差派亚伯兰来救罗德，救了2次，14章救了1次，到19章又救了1次。罗德他需要亚伯兰来救他，罗德的盼望，他的他的 hope 是 flight of fantasy， 是一个幻想，完全不存在的事情。他加上他的欲望对于他的幻想的错误的解释，使得他呢本来跟亚伯兰应该在一起，享受亚伯兰的祝福。上帝祝福亚伯兰，他就会跟着得到好处，他却从这个应许跟盼望当中呢滑跌出去了，他开始走向毁灭。所以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，就是 fantasy 跟 hope， 幻想跟盼望有什么差别？看起来看不出来，但实质上有非常大的差别。好，14节呢，罗德就带着很多的财富离开了亚伯兰，然后呢离开他了。上帝来找亚伯兰，上帝到了亚伯兰的身边，上帝对亚伯兰说什么？你亚头 ，look around， 前面是罗德伊家己亚头去看，现在是上帝来跟亚伯兰讲，你亚头你去看，对你所在的东西南北，你亚头去看，你去看。上帝来到亚伯兰的生命当中，上帝要亚伯兰去看，亚伯兰就按着上帝的意思去看。上帝说：“凡是看到的土地，拢是你的，全都是你的。”我们看到这2个人呢，都在看，都在选择，一个是按照自己的欲望去选择，然后做错误的解释；另外一个是上帝要他看，他去看见上帝要他看的。我赶快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上帝要你去看，你都要去看。你看见的是上帝要你看见的，他要把这个祝福呢赐给你。
如果是按照我们的欲望去看的呢，最后那是一个失望，是一个破灭。所以当亚伯兰他按着上帝说你去看，他就去看，那就是亚伯兰的盼望。按照自己的欲望去看呢，那就是幻想。无论你的幻想有多美，那些幻想呢，可能都不会实现。所以亚伯兰就去看，然后呢，第15节他说：“你所看到的一切的地，你眼睛看到的任何一个地方呢，我要永远祝贺你，跟你的后代。你所有看到的，将来都是你的。”上帝要他去看呢，带有一种法律上的权柄。你所看见的就是你的。你知道早年美国人从东边到西边来，到加州来打天下，对不对？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放马出去跑，马从早上跑到晚上，跑多大的地呢？跑到终点那块地呢，就是你的，你就把它圈起来。这是有一种法律上的权柄、权利。上帝要亚伯兰做的就是这样。你不用去跑，你在这边所看见的，你看了40公里、50公里以外的地方，你看得到的，全都是你的。罗德呢，他所看到的呢，没有一样，没有一个是他的。有一天，所有的东西都不在了。亚伯兰他不但要看，而且上帝要他去走。他说呢，你看见了，而且你要去走，你要走在这块地上面。接下来将近100年的时间，几十年的时间，亚伯兰就带着他的信心和盼望，他在迦南这块地上呢，他不断的在往前走。凡看见的，他就去走；凡走过的呢，就是他的。你看到亚伯兰跟罗德，上帝要我们看到这2个故事，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亚伯兰他是活在上帝的盼望当中，而罗德是活在 fantasy， 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。盼望可以带来一个行动，而且这个行动会有结果。欲望、幻想呢，不一定能够带来行动，而且不会有结果。今天下午呢，我跟你们一起分享这段经文，我们要一起来做一点点反省思想。你有没有活在上帝给你的应许跟盼望当中呢？我们不希望我们活在幻想里面。我们对人有没有从上帝来的盼望，还是从人来的幻想？有的人是活在父母亲的期待里面，而那个期待是不可能做到的。他活在父母所给他的那个欲望、那个幻想里面。无论是读书，无论是婚姻，有的人活在对儿女的幻想里面。我把所有的资源投在我的孩子身上，也许有一天我老的时候，他会来照顾我。有的儿女可以做到，有的儿女非常难做到。我们可能对工作有些幻想，我们来到加拿大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怎么样。可是呢，那并不是一个上帝要祝福的路，那我们一直把他们往那个方向推过去。对财富、对健康，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幻想，对不对？我们以为我们要吃什么东西，我们才一定会有健康。你知道，在前几年 COVID-19 的时候，有人到 Costco 去呢，把所有各式各样的瓶装的维他命、保养品、健康食品全部都买回家，然后呢，到现在还吃不完，都要过期了。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只要到 Costco， 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健康食品都买回来，我们就可以安然的度过了 COVID-19 了。这是一个幻想。我们需要保护自己，我们需要戴口罩，我们需要很小心，但是我们不是在一种没有自由的恐惧底下，我们要把整个 Costco 都要搬回家去。我们觉得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生活才可以安定。有的人甚至在家里买了2台冰箱，你有没有？因为呢，我不能再去商店买东西了，我赶快再买一台冰箱，我可以把冰箱都整个装得满满的。其实有没有必要呢？没有必要。我家只有1台冰箱呢，我们还是过了 COVID-19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有很多商业的、政治的、经济的、军事的、文化的、教育的、娱乐的，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幻想。我们以为那样的生活才是一个幸福的生活。但是一个建立在上帝的盼望里面的人呢，上帝会带领你
去经验到上帝答应你的事情，每一样都会发生。建立在幻想里面的人，他活在许多的错误的解释里面，他有非常多错误的期待，最后那些期待呢，很多都没有发生。所以上帝的应许会给我们一个图画，一个 picture， 让我们可以对未来有一个正确的一幅画，我们可以去想象未来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我可以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？那我今天要怎么样去顺服上帝？我可以活在那个祝福当中。今天下午我要挑战各位，你的生命是处在哪一个阶段呢？你的生命在哪一站呢？无论你在哪里，我们都可以来跟上帝祷告，说主我，上帝，求你来光照我。我现在是活在一种从你而来的盼望呢，还是从我的欲望、从别人而来的幻想？上帝，求你帮助我。如果我是活在欲望里面，我现在进入到一种灾难、一种不顺利的世界，我把灾难解释成上帝的伊甸园，我以为要这样生活，要这样生活才是好的生活。结果我发现不是，我所有原来所想象的，那是一个错误的解释。如果你生活在这种情况当中怎么办？没惊。有好消息告诉你，即使你今天正在承担着过去的幻想、过去的欲望的生活所带给你一个结果，你不要担心，因为有好消息告诉你们，上帝可以来拯救我们，好吗？上帝可以来拯救我们。罗德他做错了选择，上帝让亚伯兰2次去把他救出来。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有一位比亚伯兰更大、能力更大的一位，那一位叫什么名字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你的亚伯兰，是我的亚伯兰。即使我们做错了选择了，我们在一些不好的结果底下，这位耶稣基督他仍然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去创造盼望。无论是在健康、在儿女、在财富、在人际关系，无论你今天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这位我们的亚伯兰就是耶稣基督，当我们来呼求他的时候，他永远可以给你创造盼望。他可以把我们从灾难当中，从那些不顺利的环境里面把我们救出来。这位耶稣他随时永远可以为我们创造盼望，所以不要放弃人生，好吗？也要告诉你周围的朋友亲人，永远不要放弃。即使你的身体不好，你身体有疾病，你永远不要放弃。耶稣基督是你的亚伯兰，他会来拯救我们。也许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拼命工作，我们没有顾好身体，那我们到中年老年的时候，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不容易的地方。但是呢，这位耶稣基督他可以来帮助我们，他可以来保护我们，他可以用他的慈爱来医治我们，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苦难。所以永远不要放弃，因为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呢？我上礼拜跟你们讲到的时候提到，他是一位 The God of the Hope， 他是一位使人有什么？有盼望的上帝。他永远会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创造盼望。我要讲这个话其实很不容易，因为你们过去知道我的故事，对不对？2年前我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巨变，我的生命在一个非常非常的痛苦消沉里面，我看不到盼望。但是我说上帝，我很喜欢这个经文，上帝是赐人盼望的上帝，求你让我看见盼望。上帝就在我的里面呢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、人、各样的情况，把盼望放在我的里面，告诉我你不要消沉，不要放弃，继续的为上帝而活。我里面就越来越有力量，可以克服我的沮丧、我的困难。盼望也来自于对上帝的顺服。当上帝来叫我们 look around， 上帝说
压头去看，不要低着头很垂头丧气去看你所看到的那些地都是你的，我要赐给你。上帝要我们来看，我们就带着信心盼望去看，相信上帝的旨意是好的。无论你在生命当中任何的处境，你要跟上帝说：上帝，你爱好我有忙，你要让我有盼望可以活下去。就算我的问题不能够100%解决，你也要使我的里面有喜乐、有平安、有盼望。上帝一定会帮助你的。所以你要常常去读圣经。大家读圣经，你说啊，我书东西还能讲，对吧？每个牧师都要叫人家读圣经，不是这么简单的。我告诉各位，我太太过世快2年了，我每一天我怎么活下去的呢？我用诗篇去祷告，我每一天至少读1篇诗篇。有的时候我带着眼泪在读，有的时候我带着非常痛苦的怀念在读。我说：上帝啊，我上次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，我在求你医治他。我现在又读到的时候，我会不会很难过啊？没有发生啊，好难过。但是呢，当我再重新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，我在里面读到不同的意义。上帝让我在这些诗篇、圣经里面，让我看见盼望。这不是别人可以安慰、可以给我的，也不是说我叔啊，你都去省的啦哈。去欧洲玩一玩。我告诉各位，我确实前年圣诞节，我跟我的孩子到加勒比海去玩。我玩回来以后，我还是非常痛苦，一点都没有帮助。去美国玩，去加勒比海玩，去哪里玩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。只有当我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我看到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呢，有一个奇妙的力量在这个圣经里面。这不是别人可以给我的，不是我去想象的出来，它使我的内在世界得到安慰，得到鼓励，得到力量。所以你一定要去读圣经。你读圣经呢，上帝会对你说话。还有呢，每个礼拜天要来听讲道啊，上帝会透过牧师，透过我们唱的诗歌，透过祷告，透过读经，上帝会对你讲话，你就会得到力量，得到盼望。当上帝告诉亚伯兰说呢，你要起来行走，你起来给他讨，台语讲得很好，要走透透，给他套套，你要走透透所有在这一块迦南地，罗德只在约旦河平原那一小块地方，我要把整个这个大的迦南地都赐给你，你要起来去走。当亚伯兰去走的时候，会不会有困难？还是他走的时候就哇一帆风顺，很顺利，他去到哪里就去到哪里？没有。你看后面创世纪呢，充满了挑战，充满了困难。但是不要害怕，如果上帝要你去走这条路，你就算碰到困难，上帝会陪伴你克服所有的困难，好不好？每一个困难，上帝会陪伴你走过去，因为这位上帝是赐给人盼望的上帝。他知道你要走过的路有多困难。亚伯兰的困难那么多，他活下来的。罗德呢，他选择最好的地方，他却毁灭了。他还需要亚伯兰来救他。所以当15节告诉我们说，你所看见一切的地，我都要把它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不要害怕，上帝与你同在，好不好？无论你的家庭有什么样的困难，你的健康有遇到什么样的不容易的事情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放弃，要依靠上帝。上帝会陪伴你去经验到人所不能够给你的，医生不能够给你的那个最深的喜乐跟平安。看上帝要我们看见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你是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上帝。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挑战，在什么样的艰难处境当中，你是那位一直不断的叫我们往上看的上帝，你是那位一直把盼望赐给我们的上帝。求你今天下午把那个盼望深深的放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，无论他们的生命在哪个阶段，只有你知道。求你把
喜乐跟平安的盼望赏给他们，使我们可以因着你继续的往前走，一直到我们见你的面。求你帮助我们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